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氣。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5月26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永康是台南人口上濟行政區，在鬧區佔地4公頃的永康公園，不只有史前盲寮遺址，更有前總統蔣經國的行館分散農場，加上熱天開滿荷花吸引水鳥，所以有永康第一景的稱號。不過議員李定國相當的感慨，表示講，這個美景甲珍貴的文史已經是過去的回憶，即馬只剩空地雜草甲溪水當中放生的龜，所以在總質詢要求市府要優化景觀，加強生態保育，和風華再現。議員李定國在總質詢以過去永康公園三大水池開滿荷花，吸引水鳥起受歡喜，形成永康第一美景畫面。加上當中的盲寮遺址，前總統蔣經國的行館，不過現在只剩空地雜草，加水池當中放生的龜，讓伊相當感慨美景加珍貴的文史，只當留在回憶當中。所以強烈要求教育局進行生態保育加文化保存。對此市長嘛回應加強保育維護和風華再現。現在我們這樣整個公園的池塘裡面，3個水池裡面幾乎只有一個，現在第一個水池現在荷花稍微有長起來了哈，但是問題現在是烏龜、鐵甲魚怎麼處理？
我們連一個禁止放養烏龜和外來魚種的告示牌，我們也都沒有去設立哦。這個是對民眾的生態的教育，這個其實很重要，但是我們沒有做。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要交給教育局來執行，還是我們放任讓生態自己會找到所謂的出處。這個3個生態池目前有一個荷花營在呼籲中，是，然後另外兩個池呢，我們是基本上為生態的多樣性。那自己有關裡面有些烏龜那些，或是有些不該有的生態，就是說可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現象，我們会請专家來看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來把還給這個3個生態池有一個生樣的多樣性。永康的這個永康公園的生態池的那個池子的問題哦，有一部分還是真的需要我們去勸導民眾不要再隨意拿到那邊放生。你如果說家裡2隻烏龜不想養了，放到哪裡去？好。那是不是我們市府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機關，譬如說動保處或什麼，它可以送來動保處，好，那可以不要這樣子，就因為它隨便放在馬路上被車子壓了，又是一條生命。因為我們的生態教育始終做的都不夠。第議員李定公眼中，永康公園不只是綠地，更是歷史教室。所以嘛，進一步要求有機會，伊是一欉像生態大樹，而且不止甲務局管轄利益，而是看文化、農業、觀光旅遊甲經濟發展等各處的合作。台南新聞阮吉張素維採訪報道。高中畢業季來臨，因為大量應屆畢業生同一個時間要考駕照，所以網絡預約定定一位難求。議員楊忠成就佇個總質詢，要求市府愛向監理站反映，佇寒暑假加倍開放名額，而且有民眾反彈，家己預約報無，但是去上教訓班就報會到，這個是官商勾結。高中畢業季因為大量應屆畢業生同時有機車考照的需求，造成網絡預約8點開放8點01分就額滿。議員楊忠成佇總質詢考試，要考照比過年高鐵票更較歹搶，加上筆試甲路考的整體困難度提升，無及格比率增加，所以議員要求寒暑假考照名額要加倍開放。不過因為該業務是屬於監理站中央的權責，所以高雄局回應會向監理站了解。真吼，若要考駕照比冬天更較困難，甚至閣比像咧過年要搶高鐵的車票更較困難。一日安那接受100個考生來考駕照。造成考生為着要考這條駕照報袂入，這些業務都是監理站在處理的業務。有關這個業務，今仔日我就甲你反映啊，我就來提出來質詢啊。我希望你愛替阮這莘莘學子，人生第一條駕照，為什麼要考得要考啊這艱苦？另外，會中議員嘛關心校園治理，特別是歡樂校長一旦消極對待體育，恐驚會阻礙體育發展，需要求市長為校長遴選納入體育局長作為委員的建議來主持公道。對此，市長表示，行政權袂當干涉，不過會想辦法對遴選制度來調整，確保基層運動的永續發展。台南新聞阮吉張素維採訪報道。面對台南市規劃設立國際標準游泳池一案，雖然第一屆市府召開共13用地變更說明會，遭受地方里長的反對，不過議員李啟維佇總質詢，就以長遠經濟效益以及游泳選手訓練利便等等的理由，再次向市府爭取將國際標準游泳池設在安平。對此，市府表示，一定會整合專業甲地方的意見，選出上界適合的地點。畢竟，一座國際標準，佮符合多功能的游泳池，就需要20億的經費。
但市政府正佇安平花平路邊的公13營地規劃台南第一座國際標準的游泳池。不過，日前體育局所召開的營地變更說明會，引發地方里長反對，也讓該案出現變數。不過，議員李克維佇中日順再注意專業訓練需求、交通利便以及台南長遠的經濟效益向市府請命。要求佇5月28第二次變更說明會，取得佇安平設立的共識，加速推動。為什麼安平才適合呢？因為這個你這麼大的一個建設投資你也要考量到長遠的一個經濟效益、一個發展地方的帶動等等。安平這就是交通方便嘛，也是這大攏方便嘛。阮這飯店偌濟間的，你敢知？市長，這個觀光資源也豐富未來要是結合這個大型賽事或水域運動及周邊觀光發展，這個也都可以帶動地方經濟效益、城市運動觀光的一個形象，創造多贏的一個局面嘛。其實起一個游泳池是我一直要努力，包括市長嘛足支持講來用這個游泳池的。但是起一個游泳池即馬長少要20億啦，即馬20億。我頂禮拜佇運動部時，我特別甲迄個署長我嘛甲伊討論這啦伊講起一個游泳池一定要多功能的來用，而且這個地點一定要這個沒有問題啊，這個我們來做規劃。我舊年佇9月19嘛有去做地方的說明會，結果地方的迄個里長多數攏是反對啦。反對當然因原來有提因的一寡迄個理由啦，比如講這是公園的用地，你甲起一個游泳池了後，因以後淡仔要散步啦，會受影響。第二就是講，你一聲入來有千外的人佇遐停車嘛有問題。當然這阮甲意見攏提轉來做檢討。所以阮佇5月28號，阮把做一個規劃了，阮閣要來甲因做說明。另外，面對運河慶祝100年以後的永續發展，議員嘛提出打造運河加比嚴格一條街的想法，會中運用 AI 景觀的模擬圖，嘛看見運河未來潛力。不過現況甲市民期待也是有一段落差，所以要求加速和運河活化，會當親近擁立市民的日常生活。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為了強化偏鄉的醫療，立委陳亭輝26號邀集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甲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前往台南病院新化分院會勘，同時閣邀請中央以及地方民意代表甲里長共同交換意見，針對偏鄉醫療資源、設備更新甲醫護人員人力等等的議題進行討論。為照顧偏鄉甲熱山區居民會用得到完善的醫療照護，立法委員陳亭輝26號邀集中央衛福部醫學會以及地方的議員甲里長，針對衛福部台南病院新化分院的醫療服務升級進行會勘。會中這位議員包括李偉智、李祖清、陳碧玉以及玉井山區的議員周義慈，甲着當地里長嘛攏到場表達意見。中風的來，燒炭的來，無攏無法度處理，高壓也無，人攏無。差一個講也是會管送啊，毋是來遮加錢的嘛。迄人的人一般得個救護車頂頭就有啊嘛。若你講你醫生請袂着，介紹管恁請袂着，所以我總歸醫生我就是要錢嘛。恁病院恁愛經營，恁有趁錢，恁愛想辦法，毋可總醫客等於啊。到地方遮來增加咱的設備，迄安尼是長遠之道。地方的意見包括醫護人員的欠缺，加上一寡醫療設備老舊，造成偏鄉甲熱山區的居民較無法度得到完善的醫療照顧，甚至病院要擴充空間，嘛碰到地脈的問題。對此，立委陳亭輝表示，經費的問題由着衛福部來幫忙解決。至於地脈的部分，立委將會回動市府督發局來尋求解決。
其實大家攏希望講咱病院生活環境會當更較好，然後所以基本上咱即馬有看能到咱的空間無夠的所在，我們要建這個新大樓，可是現在有地目的問題，在醫療專區裡面居然還有農牧用地，這個是非常誇張的，所以我們這個首先會跟議員來解決這個問題，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我們有地區醫院有所謂的就醫習性，那我們有一些急重症的一些篩檢，初期篩檢，還有我們的癌症篩檢，這個時候我們初步都應該要有給人民一些初期的檢查，也就是說空間的問題、設備的問題，我們請分院長應該要把這樣的一個計劃案提出來，我們會全力要求我們的衛福部來做一個經費的協助，那衛福部下來也願意承諾就是會優先，只要計劃完整之後，就會優先來協助。對此，衛福部台南病院的副院長林建忠，甲着生活副院長張耀仁嘛回應，護理能力的提升，目前除了企業願意來提供獎助、留調人才，近年來經過環境甲着停車場的改造以後，就醫的人數嘛確實提升，未來會繼續提升醫療設備的態度。提供更加完善的在地醫療服務。台南新聞林延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埔仔店甲西螺店的交杯競爭議將近8檔，結果去年卻因為造就請神的風波，宣布斷交，定限總告解。代誌過了將近1檔，23號深夜，西螺店講到尊龍大駕，突然間前往埔仔店操演現場。埔仔店的地府千歲也降價迎接，雙方大駕會價長達半點鐘，信徒攏講是看到大場面。對此，兩間廟的主事者是平淡看待，講新明原本就是有交情。副市長江寧煌嘛講，本來就無啥物冤仇，希望宗教之間會當好好鬥陣。23號暗時埔仔店正進行大駕操演，想袂到西螺店講即陣王新橋雄雄來到埔仔店廟埕。埔仔店地府千歲也降價應接，兩頂大駕會價時間長達半點鐘，也閣去未少信徒提起手機記錄，最後竟做伙轉去西螺店。大駕迄個算作正常的代志了。那是恁外口的人帶烏白風，唔知風什麼意思，我嘛唔知。講一句實在，現場現實對是無安那。我本身也常人也無安喏，咱照片照片爾，無什麼，咱永遠攏無常識，攏無歹，我絕對無講半句話。埔仔店甲西螺店原本有將近8檔交杯競爭議，去年埔仔店舉辦8檔一間的王孫節，前往西螺店請神的時陣，因為對方只有派副駕應接，引發埔仔店不滿。事後西螺店竟佇咧面冊頂懸宣布斷交，成為台南宗教界的重大風波。我相信，因為大家心都是真自卑，所以人的這個作為，當影響新的這個討論啊，當然這個部分消防面當化解，這總是表示講大家都蠻打氣的，我希望講即個因為宗教方面雖然說成真不大，不過呢，因為人的交往、神的交往吼，這方面當然是宗教活動是非常正面的。當然我們也是這段時間也做過各方面的努力了，終於雙方面能盡釋前嫌。兩間廟過去一檔關係相當敏感，這場會價洪信徒講是8檔交情恢復，新明真單純複雜的是人。副市長江寧煌也表示講，本地就無啥物親像大婚，希望宗教界會當好好相處。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2026台南文學季正式啟動，
第一場在明華園的四朝藝術館舉辦開幕講座，邀請國寶級歌戲藝術家孫翠鳳擔任主講人，以慢聲音為主題，為傳統戲劇的聲腔、語調甲情感的表達，帶領觀眾走入去台南的文化記憶。從這一腳後腳開始，噠噠噠噠，嘿，靠攏，噠噠噠噠，嘿。在台頂指導歌戲當中小生的新大卡步，國寶級歌戲藝術家孫翠鳳來到台南的戲秀藝術館，以慢聲音為題舉辦講座，分享濟檔歌戲舞台經驗，講到聲音安怎成為角色靈魂，以及明華園演變的歷史。即賣歌戲佇個明華園，阮這個藝術家族大家努力之下呢，97年行過來，什麼款的場面，什麼款的環境，阮攏無過。大家了解這個歷史以外，甚至大家看到講，當初翠鳳袂曉演歌戲，我是安怎去參加因，安怎互因訓練。2026台南文學季對現版概念出發，把城市當中的聲音、影像甲故事變成文學的一部分。下個活動將透過講座、工作坊、文學營以及親子講塔等方式陸續展開。現版的上市，在場呢，現版的上市其實是很有台南味、非常有行動力的一個主題。那也就是希望說台南人重新去感受這個城市，重新去聆聽這個城市，重新去看這個城市。作為活動場地的戲秀藝術館，前身是台南亞少年館，經過明華園總團重新活化轉型，希望結合傳統戲曲甲當代生活，打造讓戲曲持續發聲的文化空間。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連鎖港式便當店進駐高雄鼓山區。但是周邊已經有6-7間便當店，要佇這麼多便當店當中經營，真正是無簡單。民眾表示，附近有真濟大樓，人口嘛真濟，若是有新開的便當店，總是會吸引民眾去購買。便當店師傅忙着切鴨肉，一旁的員工快手夾着配菜。這是一家剛進駐鼓山區的港式便當店，店門口常常人龍，一路排到外頭。民眾表示，住家附近有新開的便當店，會先來嘗鮮，因此吸引許多民眾來購買。這邊晚上的話，它有這一條慶豐街，它旁邊有很多吃的嘛。那中午啊，晚上。下午大概這邊的開幕到現在，我看這個人潮還蠻好的。住家比較多啊，所以說大部分的話要買個便當的話，可能要到其他地區啊，因為他這個住戶多的話，他這個整個都開這個便當店的話，就陸陸續續的會比較頻繁啊。便當，對，應該是吧？那個對面有梅家村啊，這邊又有新開的，來試吃看看好不好吃。在這一帶就有6-7間便當店，可說是便當業界的一級戰區。當地住戶、上班族也很多，只要新開店，民眾就會多一個對美食的選擇。有變化的了，我不愛一成不變的。菜系呢？菜系當然選擇越多越好啊，也要好吃啊。要選不同的樣式啊，因為這個是港式的，像對面是比較台式的。對，然後後面就賣一些什麼麵啊、水餃，這樣子才可以每天吃到不一樣的。就是像這一區的話，都是比較屬於比較快的速食。那我們的話，主要是走的比較精緻的便當，然後港式的部分這邊也比較稀少。那我們就是從這邊展店這樣子試試看。鼓山店面租金儘管不便宜，不過業者看準附近有學校、辦公大樓，還有住家，能有機會在一級戰區內殺出一條血路。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桃園市政府日前啟用 TAB 新桃園幹線，為路網結構、班次配置甲資訊系統3大面向，大大提升桃園公車的服務品質。對着鏡頭，咱做回來了解。3、2、1，
起揮棒！桃園市政府在日前啟用 TAB 新桃園幹線，大幅優化桃園公車的服務品質，從路網結構、班次配置及資訊系統3大面向精進。新推出12條幹線公車，包含優化5條既有路線及新闢7條路線，還有駕駛員是否更新太陽能、彩色、電子紙智慧站牌以及候車亭優化等，為市民打造溫暖且便捷的日常通勤環境。今天我們這個幹線公車的啟用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幹線公車基本上，我們做了12條新的路線，包括5條既有路線班次大幅的提升，7條新的路線。另外，今年也是我們桃小巴突破了1年，今年單今年1年，我們就會有新的100條桃小巴的路線增加。那麼這些路線呢，都是動員了我們的各個區長、里長。檢討各個地方最基層的需要所規劃出來的路線。那麼除了硬體以外，我們在停車、在候車的設施上面也有相當的改進。那麼軟體面呢，我們的這個到站的時間預測，在最近2個月之內也會有新版上線，在這個到站時間的準確度上也會有相當的提升。最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後面，我們結合了這個 Mickey 的形象，讓我們的公車變得更親和力、更可愛。希望說讓大家覺得搭乘公車是一件很溫暖、很可愛的事情。3、2、1，起揭幕！記者會中也同步亮相棒球米奇主題公車，並宣布即日起到9月30號推出月乘車集點活動，有機會抽中科技生活好禮，還有東京或香港迪士尼雙人來回機票及門票。部分我們會在我們的新幹線公車上面張貼抽獎的 QR code， 那這個是屬於市民朋友只要掃這個 QR code 就可以是屬於 LINE OA 的一個部分。那我們只要上去填幾個小問題，然後就可以有這個集點，然後參加抽獎。那第2個部分是市民朋友不需要再做這個相關一個集點抽獎，我們直接從市民卡的一個乘車的一個資料中去隨機抽取出這個往來香港迪士尼跟這個往來日本東京迪士尼的一個大獎。那歡迎市民朋友多加搭乘使用。新闢的7條幹線公車在試辦期間持市民卡可以免費搭乘，路網更導入環狀設計，突破傳統單一路徑限制，讓市郊的民眾不需進入市區就可以銜接多元目的地。今年桃小巴也預計再新增100條路線，深入社區跟鄰里，貼近市民生活，結合智慧化科技，建構更完整順暢的公共運輸環境。記者賴偉一團報道。感謝你收看5月26號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
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